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5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魂而不毁。伫昨咱有讲到雅各的天梯，咱真清楚，迄是一种的比喻，就是人甲上帝建立关系、立约的所在。今仔日咱也要对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5节，摩西第一届拄到上帝所看见的这个景象，就是迄个刺皮导火。却无烧歹去，咱来讲魂而不毁。这个地点甲伊的景象，搁一摆牧师也是要甲伊强调，这个无烧歹导火的刺皮，是上帝所显现互摩西看的一种的形式，展现着上帝的宽平甲上帝的气力。但是这并无代表上帝出现一定是爱伫迄个无烧歹导火的刺皮内底。上帝有缘，伊会通用别种的形式来世间人的显现。圣经安尼甲咱讲，有一天摩西替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来顾羊。伊带一群羊经过沙漠，到伫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伫迄个所在有上帝的天使，亲像火焰，对刺皮中来摩西显现。摩西看见刺皮导火，却无烧歹，伊咧想讲这就奇怪啊！为什么刺皮烧袂歹呢？我来前看卖吧。上主看见摩西行瓦群，就对刺皮中间来呼叫伊：摩西，摩西！摩西就回答讲：是我伫遮。上帝就甲伊讲：毋通阁滚瓦来啊，脱掉你的鞋啊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。这种的讲法就亲像保罗，伊嘛甲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安尼讲，兼毋知恁的身体是圣神的殿嘛？是啦，有上帝伫的所在就是圣地，就是圣洁的。也好那亲像耶稣基督，伊嘛安尼甲学生讲。我搁再甲恁讲，恁伫地上若有2、3个人同心合意来祈求，无论求什么，我的天父一定会为着恁来成全。因为既然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所在，我就伫恁的中间。马太福音第18章第19节到20节，摩西伊伫西奈山顶悬，因为看到这个导火却未烧歹的刺皮，伊知迄是上帝的形象，是上帝的权柄，所以伊也伫迄个所在，就领受着上帝的呼召。虽然了后，伊犹原有几摆想要来提示，想办法来甩责任，但是这个魂而不毁的刺皮，就成做了摩西领受着上帝呼召的记号啊！这个记号伫起初并无伫这个初代教会内底受到。这个历史的中间无受到重视啦，就是讲差不多拢无啥咧提起
一直到伫16世纪，法国的国王呢，伊迫害改革宗的教会，但是改革宗教会坚定信守信仰的原则，并无妥协。因就家己称家己是迄个会烧气魄的教会，意思就是讲，虽然因咧经历着法国国王的这个逼迫，教会并未因为安尼来妥协，信仰嘛未因为安尼就来伫迄个大会中间来烧毁。所以伫1583年，法国改革宗教会就开始使用这个焚而不毁做教会的标志，用安尼来表达家己信仰的立场、教会的立场。后来，英国长老教会嘛受到英国政府的迫害。伦敦教会伫1642年开始采用这个标志，了后陆续有苏格兰的教会、澳洲、纽西兰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各所在的长老教会，也先后采取这个焚而不毁做教会的标志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是因为加拿大宣教师马介所带来这个标志。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使用这个标志做总会标志，这是非常下伫一个受逼迫的台湾教会历史甲代表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捌经历着民间宗教的对抗压迫，也捌经历着日本时代的压迫，宣教师被困捉被赶，神学院被接管等等的代志。到伫国民党掌权的初期，对长老教会压迫，对台语的轻视，迄个时代是讲母语都爱去用挂告牌，迄个时代。教会公报莫名其妙去用没收，买台语圣经变成做一个违法，会去用掠着，会去用关。礼拜中有特务，教会为了公义、民主行街头受压迫的年代，焚而不毁就成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个无通取代的标志。伫安尼的近代基督教改革历史的中间，焚而不毁有一个新的信仰意义。但是伫迄个中间不变的是，爱有信心来面对强权的压迫。摩西领受到焚而不毁的呼召，迄个时阵，伊所面对的就是要准备去埃及法老王的面头前来对抗迄个压力，迄压迫。伊要来书11章23节到31节，接续拢讲到摩西的信心。圣经讲，因为信心，摩西出世了后，伊的老爸母看见婴仔真水，就甲伊藏3个月，因毋惊王的命令。因为信心，摩西长大了后，拒绝被称作埃及公主的囝，伊宁可甲上帝的子民做伙受苦，无愿意伫罪恶的中间享受一点点的欢喜快乐。伫伊的眼中，为着弥赛亚受侮辱，比伫埃及所有的财宝更较可贵。因为伊仰望将来的奖赏，因为信心，摩西离开埃及，毋惊王会受气。因为伊好啊，亲像看见目睭所看袂到的上帝，伊就忍耐到底，毋肯倒转去。因为信心，伊设立迄个叛过节，
并且反复重会也伫咧门顶悬。这片毁灭的天使未抵到杀以色列的大囝，因为信心，以色列人通好渡过红海。好那行伫大地顶悬，埃及人一试，水就将因来淹没。因为信心，以色列人来势耶利哥城，7天了后，城就倒去啊。因为信心，基路拉合未抵到底下的无顺服上帝的人做伙受害，因为伊对这会贪啊，伊接待因，伊对因真好。所以咱看去对摩西的出世，对摩西伫这个法老的王宫中间受到照顾、训练，然后伊领受上帝的呼召，等于到伫埃及带领以色列人所拄着这个一层搁一层的难关，到伫过红海，经历旷野威胁耶利哥城，等等拢是咧展现迄个魂而不退信心的历程。这个标志应该爱成做每一位基督徒家己的标志以及呼召。无论经历什么款的困难，拢会通坚定相信，跟对上帝呼召前来行，直到咱见主面的迄一天。诗篇72篇，则请咱家己来读。感谢上帝，伫无共款的时代、无共款的境况，用无共款的记号出现伫阮的周围，应允保守阮，互阮得到你的祝福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想使阮新的一年拢会通得到你的福气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